各位觀眾，大家好。今日有件事情我想喺度宣佈，雖然時間尚早，但你要知道，嚟緊1月6號保良局會有啲咩做。一睇我哋件衫就知係保良，見到係為慈善就緊要宣揚。如果想做運動，唔使落操場，等你遲啲爬到我頭先有資格同我囂張。黑着總掣，坐定望着電腦，隊友太廢，我轉打單排 CSGO。平時放假淨係識得打機瞓覺，不如試下參加保良局舉辦嘅慈善跑。賽事有3同10公里，仲刺激過地下8英里。呢場賽事避無可避，我同你根本就冇得比。我知道一超越到我嘅就只有我自己。一於睇下最後係咪都係我喺終點等緊你。由西貢保良局做大人起步開始衝，10公里對我嚟講根本就係輕鬆，3公里都跑唔到你都真係冇用，不如試下放低手機落街跑步練功。日期同埋時間就係1月6號，沿途風景優美，仲要係把石子路，越跑又有意義。你哋唔係唔做，上晝8點集半，大家要準時到。放心啦，主席，我哋收到。路程雖然有啲短，但係好過冇。跑步可以做善事都真係幾好，一於睇下我個紀錄你破唔破到。Hey yo, this is just gonna be brutal. Thanks for all the support from the Concord Financial. Just a WhatsApp below, get your seat down and ready to go. Yeah, wanna know this how we roll? Yeah. 身為集團主席，我都中意做運動，而武術長跑就係其中一種。呢個慈善跑好玩又輕鬆，最重要係行善結合，南北西東。估唔到主席都係跑步發燒友，出錢出力嘅集團喺香港都真係少有。我諗大家平時喺屋企都應該唞夠，不如試下拉一拉跟衝出嚟幫手。